把让夫妻分别，凄凄楚楚，大家觉得蛮难过，当看不得外头来的，来大家出的力量啊，A 做来很好 ，A 做来很好，啥地嘛？固然来着，你们固然来，固然我那也来固然，现在是薄皮固然白派，刚刚城乡府里拿出来的。乡府里嘛，上好古坊，现在薄皮固然，小林庄上搿边乡邻整个天地良心好，哎，那么人家讲金乡邻人情眷一眼不错，对林子文蛮同情的，穷帮穷啊，林子文老老实实种地，经常帮助隔壁人家挑挑树了、劈劈柴了，家里做啥白啃的，从来办法答应。说娘，到该得来，虽然你不是昆山人，但是等子毛两你像自家人一样，地包叫林小追老好人，林子文多夫妻的房子租里多个，大概600里多。嘿，哪想得到这样个人一刀两断，你老百姓帮你忙。神经脑公道，神经不起作用。今朝一刀两断，啥人谁死你？你一个女人落手真的呀！啊，这个随便啥事体想不得。看看个女人温柔大方，啊，想不得。男人吃果实，女人把血的心机呀，一lø的，谁知分出来？还有啥心机呀？明日叫不出地点不个，谁本来结婚？看到哇，林子文么啥对的，女人么大概跟人得罪的。你们啥人谁死你？你乡邻帮忙，地包爸爸拿个金子，四面去两栋的，帮忙。林子文苦的做一改，一边想不出2个心，也姓双木林，500年前同一讲，再过自家人，好搞好事体要因公积德啊！哎，大家出2地啊，那么下两。那环境好个东西啊，地摊摆个设想的，那实在不农地嘛，帮忙刚刚固然也好干，有钱出钱嘛，有力出力咯。那么呢，弄开薄皮固然，这样3荤2素一只汤，啊，半斤黄酒，几酒几菜嘛，上顶8次，乡邻等被交关得了，一道翁到人里向，侪要来祭一祭，再遇一面。那么因为分是家族。乡邻呀，介许多人几十人翁进几算啥人？口子上当场不允许。那么只派一个代表，乡邻的代表，那么推个林小追来进去吧。空锅在修进去，几酒几菜跳进去嘛，个老老的要哭进来，老好人，想想林子文苦恼了，主人，嘿，子文老弟呀，老弟呀。若是不是一口不发作，来自个蓝乡邻在，林小追爸爸，对你是天地良心好的。那么你来么？我主要是走把子呀。我打3个人说，我一想了那乡邻长，因为不认识了那乡府里向了，那么不理你们才弄丑罢了，还是去打一个招呼，是你眼睛上抢不啥的。哦，我的思瑞。又来小醉了，老老的闷心气，哦哟！那屋里向男人做啥活，身上像当布丁的，作为勉强，现在不得了，得法了。行队出在人心，还有2个小姐妹得里行队一样的，草地上向热炒个热炒，冷盆个冷盆，这样吃稀酒啊！一看果然个家里拉得一混，上我古坊，环境蛮好，反正跟啥人？一看嘛毛起火，上眼屋子盯到里上看，各种上面嘛顶天兵部府里拿出来个果然问，害他林子文不看果然不理困困，抢他一个女人。不过乃照样发上浪向来几乎让我办不来，乃算做私人哎。啊！让人家还以为那个女人是蛮规矩，可林子文么顶作孽，
对不是？上有福气，得发财。有个嘴我难听的啦，下罪拉本。千里飞渡孤人迷人，杀将几句。啊？谁是我一想在乡林中？叫我不能让那男人迷人10句话。这个。好，气婚。还是林子文要死着了，我再去骗你呀！我帮你10句话，来了是不是我为了害？来了你跟上的，那么到林子文旁边，老弟呀！林子文一看嘛，林小嘴巴巴，说得好，房子租给你，房地也不付，刚上用力，小嘴巴。什么呢？看我的犄角上，我小嘴巴巴，我的那么些个老少兄弟，哪晓得的？你这个规矩人一刀两断，你哪会得是一个？你心里终于什么了？你多个高兴，奔过来那看机关，等我当走后，叫我10句话骗骗呢。你非要对我看我谁要说干我个脾气，叫我骗骗呢？还是我个把年纪？你要死人了，我还帮你10句话。你讲了让小林长，你也相信？你聪明人，你不是笨人呀！你在地里做生活嘛，做饭勉强，还有啥男人吃苦死的了？我理想反落我落了，那你搿点点种你觉得是？那你眼睛花过几颗，你到阿嫂马上来看娘。你看你个大姨，打得个外头阿嫂，你看你们人品啊比么兄弟俏。个无人帮，门子苍蝇都服了，苍蝇飞上去别人个家，门子顶上去回头摇。你看你咋芙蓉里，你看你个细眉毛。你看你个身头翘，杨柳腰，你看你们一双小牡丹尖雕，不然男人要吃到这个发难当中来冒风骚。西东那么老，捉到个衙门去。是你个大阿嫂，这哭呀好，哭得你们隔壁乡邻也想困得了。原来你们没哭了，容高兴叫，都请老早，同志你个老高笑，说得困3人你我个鸡呀来找，想不得头痛虚荣。心好了，小小林长，那还睡的是阿三哥没有知道谁结婚喏，但是你们天不高来，万不高，没晓得你搞啥人啊？别气啊！但是你们有高不有高本性嘛？你们不必你个气，要记牢。手里的一
像个骆驼跑，多送你命一条。你们一看有气冲云霄，你往面前我迎上来高嘛，或者你多几封迎风明亮掉。这个老老根，你这在说气呀？哎，所以对李妈妈要做礼多吉。林子文在面孔上青，对家乡妈妈，我说得高，非要210岁啊，你500、200岁高，天下人才好讲，觉得毛天虎不讲，神就跟毛天虎，你哪对我得？你再来做啥人？真生气，眼睛里火柴爆得出，对家乡看看，我把你这个贼人滚开呀了！把别个城内黑大俺不是的呀，那么黑大们来是的，城内比较活络，对你妈妈这个烂队子说的去，还是挺走啊哈！你先家托你帮帮忙的呀，你体育挂错，你看，我来帮你先家忙，行哪里？是你最过来嘛面孔贴背。铁三你来，爸爸。那做啥？俺有几岁了？60岁，关你啥天？俺没有60岁子，我可是不讲。你的年纪差不多了，给神哪个？我关照你讲闲话，稍微注意点。你这个讲闲话听啥的？还是铁车，还三无事。啥个你个阿姐们去搞不了个兵部公子家啊？买钱后家，你晓得个？你这个男人啊，你可见个？哼！哦哟，没个种事体管，你哪晓得家？阿姨是搞那个种事体了，哦，嘎子人在媳妇杀头，那么今朝在法场来看来几男人，哦，神心来戳个眉头，屁事这样说，你得一杀头在，你这个烂嘎子已经嘎子人在。你阿姨今朝这个好委屈到法场上来，只那个烂活生。这个老老的不会形象么？一气子么嘴巴不得动发，声音也发不出，气宇之力啊，才过了结婚啊！你不可以结婚。我不做地包干啊，双子眼睛不是透气干，各种那个上面，各种那个马相，各种那个古人，哼，一个点苗头也搞不出，当然兵部府拿出来。搞不出，你也得发逼啊！告诉你听，你们那7、8、3姐妹，哼，我们开古代的干，你们开水头厂干，还是家父也杀头在，那么奴的不出来嘛，做点不生意上没说代理家，本做的服务生活，开古代的嘛，奴开古代出来嘛，还里手打手管，想啥有一个是黑天大波，你这个宝贝丽丽，哎，家父，你别去听个来事，你还3、5事啊？我的屋里是还给乡里规规矩矩来，是不是？一想死了那么个屋里呀！林子文听得蛮清楚，哦，原来为是俺段情节。反正我也要我为想想家乡是不是个中人，那么的二回在刚刚对家乡眉毛是眼睛的，我的莫是人说啥的，我拉不出个难过，2多眼里生大的。原来是此。娘娘家总是为何春梅活络，非正是小姑娘的功能为，那么还是让我来尽力追捕。故人为其尽力谁悲？应该领情的，生离死别，家是要来敬我白醉去吃。那么低低的，睡不好我了帮了了海了，个嘴巴当然可以张开来，那么嘴巴张开，一杯醉。马上你嘴里向咕滴多，要以我气氛以那个地包跳起来，林小姐老弟啊，吃不得。林子们想吃不得嘛，可以追到嘴巴里，要门嘛，不好开口，你可以追。对你老忙，你讲，你有理由该，那么我吐出来，你讲得不理由了，我们应该吃下去。是不是盯到你老忙？老弟呀。一个人啦，哪怕死了，也非要把人家牵头皮。
人有一口气啊，叫发长一支香。一个人总要长气，害脱那条命，不看棺材不能困困，弄点老嘴不能吃吃。那戏子印上搞不出，人家个嘴也请来吃过的，武器嘴也吃啥子？哦，百你穷百姓在骂，那个人能够不长气，还吃里多个么子，这个难听个，哎，叫乌龟吃虎狼的个事。林子文想临时喜欢抬着干个的，一口嘴往家小面孔上喷过去，哦哟！那么长气再对再，自家倒白嘴。老弟呀，我们个么子么别夹个，但是俺怕俺大家吹龙来个，我不进来一杯。那个女人少了不得了呢？蓝心耶！你讲有主的像亲上的呀？当心吃啥哇？啥么子？我就不去和他这个事情。干嘛子啦？哎呀，难听啊！要难听。哪个嘴呀？刚刚吃不得在。做啥？你懂得推得来的，吃你们是有实仗。怪知道你牙齿做事啊，你们对老我做事。你们老喷血，怪知道的。你们老喷血。哈塞，我是我现在研究出来的。那家。棺材店、走步店了，黑菜大包。那家。你这个种腔调我就看得出。哪哪？我哥哥，侪是我腔。啊，我腔。没家里个窝头。那家里个窝头啦，啊是我是买家里个窝头呀。那不是。也么你这个能不能让买家里下这窝头？不然满天后口中，嘿，这里个三栏目，那是武器是我居然有得出来。你讲，棺材店老板娘那边棺材店啥个招牌呢？那啥个高浪向？规定晓得，规定啥子？还是讲不出。姐妹们，讲不出来，大个名字做啥？俺是也想他便宜后了，人对我想他便宜后。哎呀，你来么子哇？见多高出来忙不在，你们也啥都有在，也是在马块等过来，眼看三过来，娘都要你自己在做他便宜后呢哈。老老的想么想不来嘛，跟着呀。俺弟兄我水兄呀，我不仅眼光不能吃吃。老老的要洗上去，像府里像个张总皮包一样，那是保护的呀。我的吃啥回事？我不来，砰跳进来一拉，哎，老头人啊，什么东府啦？喜欢打架对吧？那很好嘛，啊，男人打女人不像话的，你喜欢打架，我奉陪。我们到外面去弄弄不想想也是一块的，我吃得下个。一个苗头没有什么是我毛家里当水要吃难受，好在不记得，老老的这走屁股就已经气坏了，哎，气啥子？我气啥子？你让气啥子？气啥子出去？一个半月了让进来，哎，气啥子？给舌头气啥子？是呀，去马边去，他看上想不得办法个子，你想不到。想不得个，照样一刀两断。是呀，哎，那么我那想，可啥公平呢？阿为想错的，林子文不是固定人口想要个女婿个。我到现在想不通了，我认为想得不错哦。哦，你认为想得不错个？哎，那么哪会得杀头呢？这种前头是闲人啊，容不清爽的。林子文做呢？哎，我早晓得伊不是享富贵呀，我觉得应该千里迢迢上头高上。所以今朝林子文个戏啦，我也有责任。搿么是呀，你也必须来了是喏，你把良心守得好在，还是来回来记了问。我只有上定八字啊，叫略表称心。大哥娘娘，你是要来记呀，大哥娘娘。对不起，大家送一送啊，对不起。啊，娘开，虽然你事业不做人嘛，当场准备到底大家一早我自己吃过饭个呀。来，进去。大道底下看见马七虎逍遥放啊，突壮过神气为一林子文却在人上。这条浪向再为林子文一名看得浪触目惊心。我本来心里想，我的只有潘家，我吃正勾过了个女媳妇为出格，所以我实在往吃饱饭，我不离开昆山。我想固定总归要吃饭，我到个辰光做人生呀，我要搞资源嘞。但资源分开的辰光，资源等我讲，要拿林子文杀给我看，我说我一定要来看。
那么是发展排队。那么我想发展来到中关口再为杨廷正一名，再为毛启虎一名，想不到神就杀个林子人，可么整个龙府里个东，现在看见只有李小丽个绍兴人是要气。杨廷正受了该在的了五心想了行人，带上往下去，看人一笔一笔上看在天上，啥天嘛绍兴人，哈也哈切大波，哈我过了女婿林子文，幸亏我老居，问林子文本人是不认得固定人，那么努力摆正，那是家里多定人。林子文是固定人的女婿，全部都自家人，哪会得批经呀？今朝那个帮夫人啊，那个对人家当中丞相府里向根本不人来过，高枕无忧，像绍兴人啊，绍兴人，我盈亏分上那个当，分亏人高，十发上见面，我说我要拿林子文杀不离看，你刚要来看看，我相信500张面孔来人啊，从6位绍兴人，耶，一看顶进来的绍兴人喂。一看绍兴人对自家上戴眼镜嘛，根本一想我气杀呢，到底就了让我睡。哎，我当时听不出一个那台上百姓人脚都几千人的，这种动作看得出的，大家心照不宣。还有这个脸面到发枪来，啊，看见没有？本县把林志文绑在这里，哎。53克一刀，1刀2度，做动作53克的么？这样我拿林子文杀不来可，个绍兴人气球，2个肩胛杠个头，不一定的，天有不测风云，喊个老多做新官来哦。来个，那么要调一个杀杀的，两家就像挖空一样，啥人弄得清爽。绍兴人打过来看见65针了，哎，但刚刚个地包林小嘴个想法了，截然不同。林小嘴认为兵部府里拿出来个古代鸡酒鸡菜，看上去65针根子毛起红。绍兴人一个苗头了，哎，都要有希望的。那林子文屋里穷得人啊，那女人身着身浪向行头，前行各种古材、各种鸡酒鸡菜，农民拿不出，还为丞相府里拿出来的，还为各部丁人定期是一个样的，各部丁人姓各部，叫65针姓6，还为济南人家，啊，还为有心家来寄付，不得老百姓各个同情，人人喊欲望，那么留下来丞相自家刀亲自审问，还为了这觉着希望来人。回过头来对杨廷正毛毛，索性要调一个啥讲了。那么我来各个庙里看，各丁人还是那个呀，世道不今朝，不出风云了，嘿嘿，心慌得比啊！大哥来么认得个呀？我到小林庄大看泥水干，我到你带过河干，哎，林落日。哎呀！说是一口么绍兴师呀哇，汉人认得个，所以得里大美女了。我的四岁，又来4想不到，那男人关关雎雎，有人喊的1刀2断，天有爱情人。哎呀，那么你是要晓得我是一个人有望嘛？你哪不觉呢？呀，师爷，你为什么袖手旁观啊？那个为袖手旁观，我为侬丈夫有望得在兵部府，为侬丈夫有望，我的只有口骨连连，事业不做的，小小事业力不从心啦，三官人。哎呦，这个事业是厉害，为此我是一个人有望事体嘛，事业不做。师爷。是若昏睡西林，一两四爷爷爷，我家丈夫虽不为屈死。
我看还有一些希望。还有一些希望。对四爷妈妈50岁可是也得呀，马上杀腿为啥希望？此话怎讲？这个人到上了，左右欢喜，太平无事。哪一个？哪有说的？啊？那姑王呀，老大师哎，是，还要来夸的。是公呢？啊？哎呀，对四爷妈妈你这个是因为，哪晓得姑娘要么是我个基调的，然后问我阿爷来夸子，去呀！大概4月2个，你想出来，相夫姑爷谁是林子文？这样的写，根本不对着。假使4月想出林子文，只有我个对子但是对头不了。来想要女婿的骨缺在呀，搿搭也门门清爽了嘿。哎呀，不海搞一搞一龙球干出来。还要来夸的？哪个？啊？这个？老手真不认人呀！啥些你为啥不门嘿嘿？给我盯人走来呢？给我他是为昆山那么青刀发上的，我为再说。发让让林子文脱3张，实心事呀，倒么搞不出苗头。到底固定人啊，还是罗素镇的机要，是个么地会得上的。不是么看上去林子文庭前有人海底，真的急杀人。个马军在马最后不输里头呀，关着主有过等我地里把辰光，
这地杀杀他们拉的新定人，余地能使怪太么？世人故脑子动的不得个夸，马上把主有过热中5日啊，眼睛一杀，5日出不开，破哟！一到3颗月杀头的，发展了蛮紧张，嘿嘿，固定人啊，走来的，固定人到这钢器啊，坐头过呀，这边鼓掌谁剃头呀？那么说得清清爽爽，有一个杀个杀，乖个乖，讲这个讲这，是体隆清爽，而是为主家乡。固定人回到昆山的门口呢，发上浪下个辰光嘛，是叫把初刻，实际上下嘛5时分到，如果发上浪提早辰光的。固定人回来呢，心里想想，顾家林子们中国出来国家的，哦，要林子们女婿面上面多分看见些，那么的翁西哈注意在，个门廊向看见他是走来是高兴得不得了。本来呢，顾家有人海底到2头小家这么顾上，现在听到浪向把菜子啊过好的，喝布啊过好的，因为底下的人才把所有来。跟现在辰光突然来个老太师，那不开心，哒哒哒哒哒，直奔奔到听到了，固定人3个夫人才哭出乌拉了海，要紧打上来，恭喜夫人，贺喜夫人，哦是，想要走来的呀。哈，谁家哭出乌拉门，但是余家马上闪出来呀，不这样懒男人走来3个救命瓦布杀来着，这些辰光还不要紧了。所以谁家的眼睛上追出来，哎呀呀，老相公回来了。固定人是市场插方，说走来还是皮毛，不过顾过了，大心来么各大庙里发呆。哎耶，大厅上想过把布了喝布了，我里死人哇！阿会出气的，3个夫人落里个气特的，一看不谁了了。随时不看见鸡卵65针，阿为农事噶。要么我固定人不应该有农噶，自家农就你死他来个鸡农面孔，得自家养个农方法，带得对其恩吉妇女，乃是那一经相互传戏呀。要进门，夫人须得客套，女儿受赠你。懒男人这个技能是最欢喜的，眼睛上面能，哎呀，老相公，大事不好了！也好得了，要进守定门，得家小妈妈，后日惊慌啊！老相公。
两头，上去举住来，举子女婿们两个人，翻马机，别等杀他们。大头上我杨定军，那起后三路人，把他们刷刷帮扶都对。你为民是黑的人，给那相公叔叔相聚一岁归来。哦哟！我盯人气昏，只有个屁股毛气后们认为姑姑相。哦，我个再想，够了的，后台再想，没用的，到心里想说对起。我现在受伤于世啊，好打官名人啊，我不过了预备规则无宝毛霸道之气嘛，都像一人。只有个晓得我姑爷林志文，我个女婿，俺家硬要拿里冤枉杀头嘛，我不想想个胆子不是俺大嘛。那么林志文我有份认得的，阿位林志文石头强盗呢，石头凶手呢，如果石头凶手，晓得我个女婿照样办了，各种官倒是好官的，哎。哎呀，不要顾到刑场上想去，眼眼的林志文杀人凶手，乃是我一时英明所属来，不要把老百姓抹杀啊！不过再一想，不气了，林志文是冤枉，有人海底死他，一想气应该气，气之下来了，不提狗牙事体，今年举个张屋子，冤枉个生冤枉，龙青双子承认狗牙，如果确实凶手一个。照样在，但过过了新西，关照了中国过得过来，现在啥辰光噻？这个到天津里忙一忙就清爽，太阳分到当中了，说明5日为分到，霸道无泡沫还有一些的嘞。3星期前，叫了中国几块木等我发上去。如果发生了第一辰光好少跨马飞豹，叫一旁飞一。我不得了，爸爸答应啥晓得？要进出来，人家端正马匹，滴答登上马背嘛，啦，忙发上去。我不得了，爸爸一个屁的赶到营上，个屁马分进去了，里向侪是个人呀。要想我马没只听见哗一片路了，对不对？5时2刻，包2刻。老头想4块的5时2分到发上了，就2刻了。可是提前作弊完，非要我马的出租马头，那么个老爸爸拼命，可个辰光不打吧？发上了5时2刻的呀，还有1刻辰光的呀，好说鼓出去，快马加鞭，比刚刚还要快。那拼子老命了上。啦，好不容易到丞相府，老中国抬头一望，哎呀，年纪大啊，心里一急了，昏腾。要死个了，不是丞相府，城隍庙啊，跑错地方了。老你想，我理他我的跑错，不可能的呀！雷声一看，石头相府，根本那导致城隍庙不错呀。你出来辰光，相府里不算大门啊，金灯灯关个。现在不对的，大门堂堂开，外头上排队。哦哟，各家里的家将，黄头子一上水沟，硬把子日日昏昏，繁名扬山，发发烧烧，为乡邻里向台香烧绝绝，烧得衣无等等。各种样子，这个城隍老爷出庙会。丞相府鬼子需要再打出去，那排队也排到的，石头相府。不过相府的动作不算慢，老中国出去了，一方面来排到的，硬把子就让外头一堆一堆一堆排起来。老中国要进太大等我马背门人哈大门进去比较快，刚刚正门出来，到大天津一看嘛，丞相啊，已经和好的，
一是想调四朝忙报分地热血若大为要搿顶轿子弄过来得一得气请丞相要进轿的三个夫人送到轿子旁边请丞相上轿嘛辛苦啊各位丁人报令一令相调一出刚要进轿为夫人进轿的当口老总管俺高头上球堂堂地奔上来要想你大意不好人场之中两颗爆了三个夫人也急了啥已经两颗子唯有一颗也来不及走啊男奴人啊定定心心八字得子孤单发热吧女婿苦让都要有我来个走啊那些故事肉是好你得写得出对的上天们个吃饭去分八包的吃正林子文欲望你林子文是饭菜嘛欧日三颗杀头那啥的心虚的要提前辰光做毕业个无肉欲望心定那么的确媳妇的的只把办人家弄得起随便哪来不及那么剩下一到外头寂寞让洗擦吧人啊还不两样再想个把头自家去夸摩生活系统一动南京必到老中国夸摩去通知一声回来得及那么我多零零起下来所规则注意谁是不能上我个命令嘛你不要等我来并你这个一句闲话恐怕只有不听那么我要写两个字的马上规则随着轿子不比进书房来不及了分帮书包挪过来批子挪过来他几句报上去那么一声吩咐对中国茫茫那公批分旁四报男奴人孩子呀为也公批了上有子一啥公批嘛一点点用上不过三一天女婿走来但今在要杀头在为也是要公批老相公啊来福接了中国晓得丞相意思要将分帮四报拖过来一方面我没鼓励用的用的带的各部丁人皮两皮嘛他几句各部丁人啊难得把血头一个晓得少年那个不下粉衣晓得个至于头皮里后做消息看半日得来不及的一口水冻把我固定人把我下不来个就吃来了鼓励的话要通俗话听看得懂话耳闻今日所在林子文乃大帮土匪水里老夫为昆山黎民安全期间亲临营场奋战老夫回到营场时先驱在林子文违抗老夫之令昆山县水击拿下这两句总看得懂的再说不能说个人搞不老的好少等我送得起依序大帮土匪所以我丞相自家来改载了为黎民安全让你等我老中国起来那么对夫人妈妈你安明白我个意思心中所定到底做到想要的了为了勇气的还听你们勇气不还听你们说的来话的难怪你准备老就是要拼死的哈呀个辰光就结束了有劲抵达登上目标啦老中国都发上那么真心这第啥发上了不声音的发上是广场呀不是市场里听诗的呀新切发上了就少着消费还要叫哇啦几千人的上面人不声音这对人呢加不地气眼睛不激动这在上看随时讲马上不得要跳下去的所以空气蛮紧张闲人无声啥地方客上水都听得出听到这个那么现在四人国马上要立起来的要到台上报辰光的就是讲再有一刻53刻到立起起来要上去报放落地派的嘛有人后牙锅里后牙清好也是坏了外头后大进当阳说梅头子
吃药，叫得诗人过到上头海上晨光到，那么李亚水浪支上去，喂，落绿炮当一响，鬼子水嚓一倒下来。那么现在呢，我加入进观看的林子文也随便吧。鬼子水下水呢，拿林子文的头发捏牢拉一拉，个头巾这个拉上，贴起来不要凝聚。鬼子水弓刀举起，落绿炮个嘛，让看诗人过上台，诗人过一台，立起来哒，往台浪方向的浪倒。所以百姓谁人们紧张鬼子。老中国一到晓得苗头发的，发上浪十两心嘛，辰光到了。已经特大灯我马背，马浪旁边大爷哒奔过来嘛，跟进去，刚刚一晓得了呀。那么老的揭发本，没办法嘛，就叫对，大老爷，命你刀下留神呐！海上刀下留人，搿上刀下留人啊，蛮突出，因为谁人辰光，突如来个刀下留人，发上了本来人多，搿上声音吵个辰光听不见。现在谁人无声当中，海上刀下留人嘛。发上浪除脱龙盘不听见之外，其他来听见。该打雨头的人听见屁股里喊得下留人，说明林子文不要死了，不把你死了，要救你了。林子文是规矩人来的人，大家帮忙，用不着规则，对不住娘娘，在自动化的娘，哇，两面分开，老的喊都是了，哒奔进去，诗人官啊！已经将近到该站台，诗人官离开该站台多少路呢？那比方像此地这个，总还有4个来回个点。头一步把他在老的噔，再过来好不容易这个诗人官并肩，根本我不随便那谁要冲到台了，老的。老好人今朝会得把血的，奔到阿婆呀嘛，杀上头一只脚，忙正的门前，伸一伸，那个玉门开，个诗人姑娘分心，还能喊到下里人杀路的，突然之间个玉门开不分过来，忽然间一个跟斗，诗人姑跌到地上了，爬起来嘛，老中国啪跳到该站台。只有个觉得面色两样，那突然还到下来，一看不认得丞相府里宫廷人旁边心腹老中国古队，别，一人心如跳，老的上来，老的上来，照规矩礼节，东家一张公片，搞不来看，用不着我读出来比看来不起，但是个只有个话不够。一打伢老张公片看半日，诗人官他落里跑一下抽脱了。你讲起来我来不及看啊！我不闲话说了前头，内容先读给你听。到个辰光呢不好啦，不好讲不样闲话。老的上气不接下气，气抽不对正这个只有大老爷。奉相爷之命，道德之际，林子文依序大放土匪水令，丞相为黎民安全起见，亲到现场亲自见证。所有丞相未到现场之前，先把身被宰决。喏，违抗相爷的命令，叫你身头拿下。驾是。这得是两头，这张片子拿过来，诗人官上来报的。至于像你好报啊，你报一报我违抗丞相命令，我们个头要拿来。哎呀，这个，嘘，住口！不许开口，不要说话，啊！听我说话，你不要开口。诗人官吓昏头，林志文延续大帮土匪首领，向以青岛法将亲自进展。向你不到，先把原本斩了本县的人头落地，你明白了没有啊？哦，好了，不要报了。那么来呀，那么晨光到那哈办？他妈的，还有什么时光呢？时光作废了，晨光作废了，但是
想要规则啥辰光杀人就啥辰光杀，不杀个辰光退下。那么是人过去，放骆驼跑个朋友，还在非吃嘞，这个不你都干，想要亲得亲自改在啊，非要那悟空人。那么呢，啪一。至于这代老中国有什么的，老的吃力得来，我来虚塞，那是百姓差不多才晓得。丞相要来，哇，不得了呢！大家领不清，啥叫啥林子文大帮土匪水林到底哪位是己？有两个聪明的朋友领得起，阿位晓得冤枉呢，丞相故意无兵之计啊，要来救林子文呀，阿位个。绍兴人定清爽，是呀，晓得头皮也痛。到底老踏实，有资格哦。我们接啥呢？你们多多听听老娘家要来呢，还有苦担不能接受。那么多的，65正3个半休客上台，两个我的看见中国爸爸了，现在我来的。想要谁要来那想得到，想要围困山马上到发展，对小姐忙忙，小姐，你看娘中国爸爸想要来着呀？咻，娘娘心里想开心啊，决心来着啊！起表一旦发上门，自家3个人不为稀，定心一步，定心子啦，头抬起来一忙，前前口袋上向满天后东张西望。我又买起后啊，可个家伙去心去死！哎，你要是要杀他我男人啊，看上去你今朝自家么死你的，所以娘娘得里了还冷些。买起后呢，听见宫廷人来么心里想别2天。阿父啊，我那不是一张眼睛叫毛发，心啊当，自家打得那个淡水下头财路光着，觉得过过老来不好事体。丞相府那个便衣家将，现在已经拿过来了。张忠魔鬼罗龙金宝4个皮包像上工这个，老远里好，你毛起虎一刀扎起来，你不到让你手脱一些，这样种情况。对呀，你声音哪会得发对个呢？那么何事呀？狗丁人来啥个事体啊？真是该亲自该在。那么你看哪会得亲自该在？是呀。别人弄不清嘛，我得那定清爽。你来是他一在。不该你都在了是公相要来亲自该在，临时人也许是大帮强大的首领。不可能该批百姓该。还是公相要是俺个地位里700的来杀强的。不一定过，本来嘛你是想要，那现在个人为想着。真正准备人想是我娘舅呀。那么我们老乡固定人3个儿子在了经里向做官，那么总归还要就娘舅稍微照顾。那么听说牛干是你兵部府嘛，这个了公相要亲自的发上，做出来再改。那么意思当中，够他是了怕你到兵部府磨屁股。不是怕磨屁股。是呀，来嘛总归来的，穿西服难免就红过。我心里想的就后事。那种的牙金牙关看工找不到，一张马上死呀！不找不到的，那是皇帝的姑妈呢。你也没有拿那阿金金没到个辰光，开玉门，动脑筋，作心到外遇希望了。我要来的，妈，陆生爸爸，够踏实，打起来。哎呀，老百姓哇，两边的让分开了，个桃子上爬进来，昆山之余浑身发抖，已经拿我来接了，心里向有数。阿为冤枉林子文个事体来，搿自家干个事体，总归虚心呀，哈个呀。搿么林子文做生配大会，真个从里做过强盗大会，阿为眼眼的做搿过了时来改在，那么真叫祖宗积德在，包括搿种希望不同，我挑心机，啊。
啪啪，硬把子一对里一对，一对里一对，硬把了。实际上啦，出版辰光出场做过啥个官，做过啥个官，实在履历表了噻。哎，曾经做啥，曾经做啥。所以硬把就是多年10名年的资格了。哎，跟现在辰光啪啪啪。如果硬把子一块块财创是当骗子特难的，那么就只有2块硬把创一创。几句唱片啊，可唱得发展简单点。神的香，背到出门人丁，为你喜喝，与今神。反明两山与数十定空气为国与为民，硬包上说定为弊，第一段两包今日第7名。多三军，耳目与世无生军。分话题若是为水下，对着8日收龙兵。红为家家分能走于斗而强，季节有一经。都是那么不义高强的英勇兵，一直响铃中结功，这满路对响以后，文中间一道王明志，上方宝剑叫神归真人，西在于最不用。真相猜错时代，心所追不着高，引让着爱心你的机缘，发觉水上哭怒了。问，等到现在乔治定我来主有官，还有在八路官这个要进过来。这个太师在上，拜着昆山县杨定真，这个迎接太师爷，恭候老太师。做老太师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文化大革命不拉登，还要公布了气婚，那么要送非恶人啊！听听再说。没不讲，没晓得你搞啥人啊？你别气啊！但是你们有搞本性嘛？你们不必你个气。要记牢，手里的一箱个骆驼炮，都送你命一条。你们一看怒气冲云霄，你往面前我引上来高嘛，我做你多几封人风命啊了。这个老根。你这在说气呀？哎，所以对李妈妈要做李多吉。林子文在面孔上青，对家乡妈妈，我说得讲，非要你80岁啊，你500-200岁讲，天下人才好讲，觉得毛天虎不讲，神就跟毛天虎，你哪对我得？你再来做啥人？真心气，眼睛里虎来报得出，对家小看看。我把你这个贼人滚开呀了！把别个城内黑大俺不是的呀，那么黑大们来是的，城内比较活络，
对你妈妈这个烂腿子说的去，还是提出问哈？你先讲托你帮忙的呀，你体育搞错，哎呀，我来帮你先讲嘛，在哪里？是你最高的面孔铁白。铁三你了，爸爸。那多少？阿姨几岁了60岁，乖你说听。你有60岁子，我可是不讲，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啦，给神啦给。我关照你讲闲话，稍微注意点。你这个讲闲话听啥的？还是提出，还三无事。啥个你个阿姐们去搞不那个并不公子家啊？买前头家，你晓得个？你这个男人啊，你可见个？哼！哦哟，你这个做事体怪，你哪晓得家？阿姨是搞那个做事体了，哦，搞子人在，媳妇杀头，那么今朝在法上来看来，几男人哦，神心来出个眉头，屁是这样说，你得一杀头在，你这个烂刚才已经搞子人在。你阿姨今朝这个好回可以在法上来看来，只那个烂活生。这个来了的不会形象么？一气之不嘴巴不得动发，声音也发不出，其余之理啊，才过了结婚啊。你不可以结婚。我不做第八个哦，上次眼睛不是推起干，各种那个上面，各种那个马相，各种那个古人，呵，一个点苗头也搞不出，当然并不付拿出来。搞不出，你的不比啊！告诉你听，你们那7、8、3姐妹，我们开古代的盖，你们开水头厂盖，还是家父一杀头在，那么奴的补出来嘛，做点不生意上没说代理家，本做的不是官，开古代的嘛，奴开古代出来嘛，还理所当然官，想啥有瓜子黑天大宝，你这个宝贝丽丽，哎，家父，你别去听个来事，你还三无事啊！我的屋里是还给下来规规矩矩来，是不是？一想是的那么个屋里呀。林子们听得蛮清楚，哦，原来为这样的情节。反正我也样个为，想家乡是不是个中人？那么的二回在，刚刚对家乡眉毛是眼睛的，那里没谁人说啥的，我拉不出个难过，两朵眼里生大的。原来是此。娘娘家总是为何称美国了？非正是三姑爷的功能为，根本还是让我来尽力这一步。古人为其尽力谁悲？应该领情的，生离死别，家是要来敬我白酒去吃。那么低低的，睡不好拿了帮了了海了，个嘴巴当然可以张开来，那么嘴巴张开，一杯酒，马上你嘴里向咕滴多。也以我气氛一么个地包跳起来，林小姐老弟啊，吃不得。林子们想吃不得嘛，可以追到嘴巴里，要门嘛，不好开口，一口追。对你老忙，你讲，你有理由干，那么我吐出来；你讲得不理由了，我应该吃下去。是不是盯到你老忙？老弟呀，一个人啦，哪怕死了。还非要把人家牵头皮，人有一口气啊，叫不长一支香。一个人总要争气，害他那条命，不看棺材不能困，弄点老嘴不能吃。那戏子印上搞不出，人家个嘴也请来吃过了，武器嘴也吃上在。哦，把你穷百姓在骂，那个人能够不争气，还吃里多个么子，这个难听个。哎，叫乌龟吃虎狼的个事，林子文向林子喜欢太这样个的，一口嘴往家小面孔上喷过去，哦哟，是。那么张起在对在，自家倒白酒，老弟呀，我们个么子么别夹个，但是俺怕俺大家吹龙来个，我不进来一杯。那个女人烧炉的了呢？来死人！耶！你讲我嘴里向听啥的呀？当心吃啥物？啥物事？我就不去喝上这个食家。干嘛是啦？哎呀，难听啊！哎呀，难听！你个嘴呀，刚刚吃不得在。这啥？你懂得推得来的，吃的不是只有10张。
关照呢，伢子做事啊，你们老，你们老喷血，关照的。你们老喷血。哈噻，我是我现在你举出来的。那家。古在地，走步地了，哈切大波。那家。你这个种腔调，我就看得出。哪哪？我哥哥，侪是我腔。啊，我腔。没家里个我头。那家里个我头了。啊，是我是买家里个我头呀。那不是。也么你这个能不能买家里下子我头？不然买天后口中，嘿，做里个三栏目，那是武器是我居然有得出来。你讲，古代的老百姓那边古代的啥个招牌？那啥个高浪向？规定晓得，规定啥子？还是讲不出。姐妹们，讲不出来。大他名字叫啥？俺是一三他便宜后了，认得我三他便宜后。哎呀，没来没走啊！见都搞出来忙不在，你们也杀头在，也死在，马会到古代，眼会三古代，娘的呀，你是一代他便宜后的哈。老老的想么想不来嘛，跟着呀。你只凶我谁凶呀？我不见耳光不能吃吃。老老的要洗上去，像府里像个张中皮包一，那是不好的呀。我的吃啥回事？我不来，砰跳进来一拉，哎，老头人啊，什么东府啦？喜欢打架对吧？那很好嘛，啊，男人打女人不像话的。你喜欢打架，我奉陪。我们到外面去弄弄不想想也是一块的，我吃得下的。一个苗头没有什么是我毛高的当水要吃哪肉，好在不记得，老老的得走屁股就已经气坏了，哎，气啥子？我气啥子？你让气啥子？气啥子出去？一个半月了让进来，哎，气啥子？比石头气啥子？是呀，去马边去。他口上想不到办法个是，你想不到，想不到个，照样一刀两断。是呀，那么我拉想，可啥公平呢？俺会想错的，林志文不是固定人口想要个女婿个。我到现在想不通了，我认为想得不错哦。我你认为想得不错个？哎，那么哪会得杀头呢？这中间都是些人啊，容不清爽的。哎，我早晓得伊不是享富贵呀，我觉得应该千里迢迢上头高上，所以今朝林志文个戏啦，我也有责任。搿么是呀，你也必须来了是喏，你把良心守得好在，还是来回来记录啊。我只有上庭八字啊，叫略表称心。大哥娘娘，你是要来记呀，大哥娘娘。对不起，大家送一送啊，对不起。啊，娘开，虽然你事业不做人嘛。当场准备到底大概一早我自己吃过饭个呀，进去。大道底下看见马七虎逍遥放啊，突撞过神气为嘛？林志文却在人场，在条浪下再为。把让夫妻分别，凄楚楚，大家哭得蛮难过，当看不得外头来的，来大家出的力量啊，一做来很好，一做来很好，啥地嘛？古人来着，那古人来古人，我那一来古人，现在是薄皮古人白派，刚刚丞相府里拿出来的。相府里嘛，上海官方，现在薄皮官的，小林长廊搿边乡邻整个天地良心好，哎，那么人家讲金乡邻人情旧了，应该不错。对林志文蛮同情的，穷帮穷啊，林志文老老实实种地，经常帮助隔壁人家挑挑树了、劈劈柴了，家里做啥白啃的，从来办法答应。说娘，到该得来，虽然你不是昆山人，但是登子毛2年像自家人一样，地保叫林小追老好人，林志文夺夫妻的房子怎么里多个？大概600里多。嘿，哪想得到这样个人一刀两断，你老百姓。
帮你忙，神经脑功能，神经发起作用。今朝一到两头，啥人随死你？你一个女人落手真的呀？这个随便啥事体想不得。看看个女人温容大方，想不得。男人吃果实，女人把血的心机啊，一类的，谁知分出来呀？还有啥心机啊？明日叫不出地点不了，谁本来结婚？看到没？林子们啥对的，女人们大概跟人得罪的。你们啥人随死你？你乡邻帮忙，第八爸爸拿个金子，四面去两动的，帮忙。林子们苦的做一个，一边想不出两个心，啊心双木林，500年的同一讲，再过时间呢。好个好事体要因公积德个，哎，大家出两的啊，那么下两。那环境好个都想地摊办个事，晓得那实在唔不农地嘛，帮忙刚刚固然也好干，有人出的嘛，有人出来咯。那么呢，弄开薄皮固然，这样3荤2素一只汤，啊，半斤黄酒，几酒几菜嘛，上顶8次，乡邻等被交关得了，一道翁到人意想，才要来祭一祭祭，再遇一面。那么因为分是家族。乡邻呀，噶许多人几十人翁进几岁啥人，口子上当场不允许。那么只派一个代表，乡邻的代表，那么推个林小嘴来进去吧。空过来修进去，几酒几菜跳进去嘛，个老老的要哭进来，老好人想想林子文苦难了主人，嘿，子文老弟呀，老弟呀。我说这一口不哈子我，来自个蓝乡邻在，林三嘴爸爸，对你是天地良心好的，那么里里么我主也是臭把子呀！我到3个人时，我一想了拉乡邻长，因为不认识了拉乡府里向了，老不里里么才弄臭把了，还是去打一个之后，是你眼睛上全部啥的？哦，我的思瑞。又来下罪了，老老的闷心气，哦哟！本来我里向男人做啥我身上想当布丁的，作为勉强，现在不得了，得法了。行队出在人心，还有2个小姐妹得里行队一样的，草地上向热炒个热炒，烂盆个烂盆，这样吃稀嘴啊！一看古人个家里拉得一混，上我官方，环境蛮好，反正跟啥人？一看嘛，毛起后上眼屋子盯到里上看，各种上面嘛，听见兵部府拿出来个古人问，害他林子文不看古人不离困困，抢他一个女人。不过乃照样发上浪向来几乎让我摆布的，乃算做事人哎。啊！让人家还以为那个女人是蛮规矩，可林子们顶作业，对不是啊？上有不见得发财。有个嘴我难听的啦，下罪老本。请你随着古人名人杀将几句啊？谁是我一想在乡邻中？叫我不能让那男人面前说句话啊！这个好，气婚，还是林子文要死着了，我们再去骗你啊！我帮你说句话，姥姥是不是我为了害？姥姥你跟上人，那么到林子文旁边，老弟呀！林子文一看嘛，林小嘴巴巴。说得好，房子做不你房地也不付，刚上用力，小嘴巴。什么呢？看我的季节上，我小嘴巴巴，我的那么些个老少兄弟，哪晓得的？你这个规矩人一刀两断，你哪会得是一个？你心里总有什么了？你多个高兴。奔过来那看机关，等我当之后，
叫我十句话骗骗呢？你非要对我看，我才要说干我的脾气。叫我骗骗呢？还是我这把年纪，你要死的了，我还帮你十句话。你讲了让小林长，你也相信？你聪明人，你不是笨人呀！你在地里做生活嘛，做饭勉强，还有啥男人吃苦死的了？我里向翻落落的，那你搿点点种研究得出？那你眼睛花过几颗，你到阿嫂马上来看娘。你看你个大姨，大得个外头阿嫂，你看你们人品啊比么送礼巧，虽然酒馆比挖个无人帮，门子苍蝇都不了。苍蝇飞上去别人个家，门子钉上去回头摇。你看你咋不用力？你看你个细眉毛，你看你个身头翘，杨柳腰，你看你们一双小牡丹尖雕。男人要吃到在个发难当中来冒风骚，使用你们老做到个衙门去，到是你个大阿嫂，走走哭呀呀好，哭得你们隔壁乡邻。也想困得了，原来你们没哭了，荣家心焦，都请老早，同志你个老搞笑，说的困三人你我个鸡呀来找，想不得偷动虚荣，起心火了，小小林长。那还睡的是阿三哥没有制度先结婚喏，但是你们天不高来，林志文一命没看得上，触目惊心。我本来心里想，我的只有潘家，我吃成勾过了个女媳妇为出格，所以我实在往吃饱饭，我不离开昆山，我想固定总归要吃上。我到个辰光做人生呀，我要搞资源了。但资源分开的辰光，资源等我讲，要拿林志文杀给我看，我说我一定要来看。那么杀法难排队，那么我想法难来到，总归看再为杨廷正一名，再为毛启红一名，想不到神就杀个林志文，可么整个龙福里个洞，现在看见只有李小丽。个绍兴人是要气，杨廷正受了该在的让五心想了行人，台上望下去，看人一笔一笔上看蛮清爽。啥地嘛？绍兴人，哈也哈切大波，哈我过过了女婿林志文，幸亏我老居，问林志文本人是不认得固定人，那么努力办成，那是讲你多定人。林志文是固定那个女婿，全部都自家人，拿我的批准呀。今朝拿的帮夫人的，那个电影家当中丞相府里向根本不人来过，高枕富裕，像绍兴人啊，绍兴人，我幸亏分上那个当，分开人讲，十法上见面，我说我要拿林志文杀给你看，你讲要来看的，我相信500张面孔来人啊，总6位绍兴人。耶，一块顶起来的，绍兴人喂，
一看绍兴人对自家上戴眼镜嘛，根本一想我气死呢，到底就了让我睡了。哎，我当时听不出，一个那台上百姓人脚都几千人的，这种动作看得出来，大家心照不宣。还有几个连面刀发枪来，啊，看见没有？本县把林志文绑在这里，哎，53克一刀2度。做动作53克的嘛，这样我们拿林志文杀不来看，个绍兴人气球，2个肩胛杠个头，不一定的，天有不测风云，喊个老多执行官来个，那么要调一个杀的，两家头像挖空一样。啥人弄得清爽？绍兴人打过来看见65针了，哎，但刚刚个地方林小嘴个想法了，截然不同。林小嘴认为兵部府里拿出来个古代鸡酒菜，看上去65针根子冒起火。绍兴人一个苗头了，哎，都也有希望的。那林志文屋里穷得这个，那女人身着身浪向行头。前行各种古材、各种鸡酒鸡菜，农民拿不出，还为丞相府里拿出来的，还为各部丁人定期是一个样的，各部丁人姓各部比较65针姓6，还为济南人家，啊，还为有心家来寄付，不得老百姓各个同情，人人海欲望，那么理由来丞相自家到亲自审问，还为了，这觉得希望来人，为各队来对杨定真毛毛。做新要调一个啥光了？那么我们来各个苗头看，各部丁人还是那个呀，世道么今朝不出风云了，嘿嘿，心慌得比啊！大姑娘们认得个呀，我到小林庄大看二世干，我到里带过我个，哎，06日。哎呀，说是一口么绍兴市衙门，汉人认得个，所以到里打美女了。我的四岁，又来4想不到，那男人规规矩矩，有人喊的一刀2个，是天有眼睛噻。哎呀，那么你是要显得我是一个人有望嘛？你哪不去呢？呀，四爷，你为什么岁岁忘我啊？那个为手手绑。